一日不見如隔三秋，闊別 YouTube 2年，如今我帶動干哥班師回朝，為嘅就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，警覺懲奸看扶正義，替天行道，收呢個 YouTube 界戰甲無良人揸旗皮。佢曾經係 YouTube 界一代梟雄，為4台聯播當中啱 channel 嘅開國元老，亦都喺啱 channel 大廈張傾之時就轉手賣咗佢，大賺一筆。最後連攜妻兒遠赴英倫另起爐灶，又再次成功喺香港 YouTube 界當中樹立另一股新勢力 BBO。佢看似商業奇才，人中之龍，但其實根本人面獸心，道德淪喪，出軌之餘仲要打女人。廢話少講，今日同大家青梅煮酒論狗紅，笑談 YouTube 界人渣敗類，混血死肥仔。混血肥仔喺啱 channel 嘅前塵往事，我呢度就唔會作多加描述。今集會聚焦喺佢嘅惡行身上。混血肥仔喺2021年就連攜妻兒移民大英帝國，而喺2年後創立 channel BBO。Copy and paste 佢喺啱 channel 嘅成功 formula， 賣女再次賣出一片天來。頂台柱包括 Hillary 以及丁丁㗎，並得到古天樂提攜，以新姿態重回香港 YouTube 界，事業可以話如日中天。而為咗更上一層樓，佢決定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回流翻香港發展。佢轉身離去，不帶半點雲彩，瀟灑地拋妻棄子，為嘅就係令佢哋過上更好嘅生活。真係聞者傷心，聽者流淚。但正如啦，狗咧改不了吃屎咧，人渣咧，喂，始終都係敗類。混血肥仔成功地將啱 channel 嘅陋習、貴圈爭亂嘅傳統帶入 BBO。喺2025年頭就俾人爆出咗同旗下女藝人丁丁出軌一事，有網民就影低咗啦佢喺黃金海岸同妲己兩個 Happy Gathering 撐台腳一事。咁兩個人食個飯啫，係咪先？冇問題㗎。你都食飯，我食飯，但喺酒店入面食早餐喎。晨早流入屯門咁有興致，就係為咗食個酒店早餐。喂，琴晚一定好精彩頂啦！混血肥仔就事後解釋咗喺2024年嘅2月就同老婆葉千惠分居，解釋兩個之間嘅感情破裂咧係因為生活上嘅問題，而唔係出軌一事。喂，死啦！喂，真係好似怪錯你喎，點算啊？但睇睇下個時間線又唔係好對路喎。你話你同你老婆2月嘅時候分居有感情破裂，但4月嘅時候出鋪同老婆食飯去旅行，前言不對後語，你搞到我好亂啦！而子咧始終都係包唔住火啊！其實佢老婆葉千惠出文反擊，表示2024年嘅10月啊，佢已經得知老公婚內出軌，而混血肥仔咧亦都喺佢同佢嘅 WhatsApp 對話記錄當中咧親口承認此事。哇！初下認打下要企定啦，咪認咗佢咯，實頭仲話生活上的問題喎。其後一不做二不休，喂，既然俾人督爆咗啦，咁啊 Carefree 你鬼得你啊！喺2025年6月，同小三丁丁一齊去越南雕風弄月 sweet 去旅行，但不幸呢就被其中一位 YouTuber 拍到，咁啊 po 咗上連登。其實食女同事咧可以話係混肥嘅傳統藝能，混血肥仔食女 artist 呢個定律嚟噶嘛？佢老婆就係佢之前啱 channel 嘅女同事啊！果然寶刀未老，老而彌堅啊！混血肥仔俾人督爆咗之後就身敗名裂，被千夫所指，但佢旗下嘅 channel BBO 就依然順風順水。作為創辦人以及幕後嘅佢就繼續韌腳舐舐嚟喺香港收錢，佢老婆就喺英國孤身一人養大兩個女。混血肥仔可以話人生勝利者啊！做男人做到好似你咁，喂，夫復何求啊？鄭中基望到你都甘拜下風啦，出軌界邊個夠你玩啊？依家道德二字喺你眼前，浮雲一樣。原本以為咧事件就此告一段落，但醜婦終須見家用。2025年3月11號，網絡名偵探柯南連登會員露絲發現，混血肥仔竟然喺2025年嘅12月被英國法庭裁定家暴罪成，所以令得罪小人咧莫得罪連登啊！雖然當中嘅案件 detail 大多保密，但幸虧 YouTube 界壞仔 Bob 叔狠手透露天機，證實咗單嘢咧原來真有其事。喺 Bob 叔口中得知，混血肥仔嗰個死肥仔咧，認為佢同葉千惠所謂嘅暴力行為，只不過係足球員之間身體對幹一樣嘅啫 ，handbags fight 啫，係咪先？冇嘢噶，冇事，好小事。啱啊啱，你講咩都啱，係咪先？你話咩啊咩啦，你話自己同佢打乒乓波、桌球、跳 cha-cha 都得，同法官講咯，睇下佢俾唔俾做好人。波叔同佢老婆喺事後咧睇過葉千惠嘅傷勢，並斷言就係家暴，而唔係人渣所言嘅碰撞。咁究竟信臭名遠播做人渣做到享負盛名嘅廢柴啊，定還是信英國法庭同波叔呢？我相信冰雪聰明嘅觀眾應該能夠自行判斷。如今英國法庭已經判定家暴罪成，我真係好期待今次混血肥仔又會發表啲乜嘢驚天動地嘅偉論呢？能夠落手打一個你心愛嘅女人，你愛極佢都有個譜啦。混血肥仔咧可以話係敗類之中嘅天花板啦，出軌一事證據確鑿，順口雌黃指鹿為馬，咁我係教科書級別嘅人渣。空穴來風嘅必有因，同時間出現咁多證據，呢估網民個個安徒生上身作古仔啊！
試問你有冇盡到老公要做人老豆嘅責任啦？本身出軌已經係完全失責，錯就係錯，無論動機如何，長時間身在異地咧，英國都唔多翻下噶啦。爆出軌疑雲嘅時候，避嫌都懶得避啊，是但啦，係咪先？真係俾翻幾分薄面俾你老婆都冇啊，尊重下都冇。再加上啊，鐵證如山啊，香港 YouTube 界人渣敗類呢個名咧，你當之無愧啊，拎去啦！仲要口硬無恥、冠冕堂皇咁樣出嚟為自己辯護啊！話依家係同老婆分咗居噶啦，睇嚟你啊，你同老婆分居啊，唔係離婚啊？個婚約同 social contract 仲喺度噶，係咪等多陣搞埋我離婚先玩都唔得呢？加埋家暴一事啊，更加係天誅地滅啦！仲要粉飾到自己都係成件事嘅受害者。喂，呢單嘢呢，我真係唔知你點樣俾人害法啦！你不妨 DM 同我講下，你解釋下，我唔係好撈到個邏輯啊！你係施暴者，但同時都係受害者，即係數有個數，同時係單數，亦都同時係雙數。葉千惠拎住把 M16指住你頭逼你打嘅唔通？我講真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咁荒謬嘅事我真係未聽過啦！只人心中之歹毒真係不容忽視。我打女人呢啲嘢都做得出呢，真係不知所謂。睇佢個死人款咧，肯定到依家都唔會覺得自己有錯。俾人篤爆出軌嘅時候咧，仲要串供出軌，so what？打女人亦都 so what 啦，打者我也啊嘛，你哋全部誤會咗我啦。冇錯，依家全世界都整個局嚟玩你嘅混血肥仔。而我都在此呼籲呢啲人格敗壞、衣冠禽獸嘅人，如果仲可以匿喺 BBO 背後印腳有錢收，就真係喪盡天良啦！霸體救國，刻不容緩。明白工作人員真係無辜㗎，但良禽擇木而棲，期望你盡早穩定下家，跟住佢都冇着數。如果佢今次都冇報應嘅話，香港當真禮崩樂壞。其實混血肥仔咧唔使咁絕望嘅，香港人善忘噶嘛。我哋冇嘢叻，最叻就係原諒 forgiveness。香港地700萬個耶穌，我而家幫你 plan 埋啦。快啲縮翻個龜頭度，做翻2-3年 gym，之後出鋪咧話自己改過自身，浪子回頭，留翻個長髮，拍啲煽情啊勵志嘢，咁就搞掂啦，有一條好漢完美復出。而網絡上咧，竟然仲有人為混血肥仔抱打不平，指控葉千惠先係錯嗰個。呢個 post 咧越睇越心寒啊！成篇文白痴到咧，我唔知係真心啊定假交噶。話單嘢咧咁小事，何必小事化大？仲標籤葉千惠為自私，搞混血肥仔咧就係為咗自己利益拗着數。你阿媽生咗你咧，咁嘅社會毒瘤真係悲哀。我係你阿媽啊，真係後悔點解唔晨早落咗你。我真係想問下你憑乜嘢斷定單嘢係小事咧？你有天眼通啊，定還是屎眼見到鬼啊？出軌同家暴都小事，你屋企係咪成日有呢啲㗎？所以你習以為常。男方婚內出軌，打破社會契約，失德在先；而女方咧晨早放棄工作，專心照顧家庭，咁要翻丁點賠償係咪好過分啊？你又知人哋付咗幾多時間成本落呢段婚姻身上？再加上依家加埋家暴，咁都小事，去到肉體傷害喎，師兄！你阿媽細個真係冇好好教你啊，咁冇家教都有嘅嚇！你依家仲有個女方忍你老母啊，未經他人苦，莫勸他人善。呢啲真係我哋大中華咧刻在骨子裏嘅賤民基因咯嚇！對方做咩都忍㗎，殺人放火冇所謂，嘿！殺我全家惡人，喂！跟住拎埋我阿妹啊，唔好掉低佢啊嘛，係咪先？全家落袋我興奮啲啊！咁樣諗咧，其實你做人咧未免太過卑微啊！成世都忍，係咪先？忍啊最開心啦，係咪先？做奴隸你係啱噶啦，夠晒低賤下流啊！最後小弟都在此祝願葉千惠一切安好，人善天不欺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加油！亦都感謝波叔咧為公義發聲，我要封波叔為香港 YouTube 界新晉男神。咁咧，今條片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咁多位觀眾一直以嚟嘅支持啊！咁中意條片嘅話，未 like 咁樣 like 同埋訂閱掣啊！佢就知落河落二百圍咁多觀眾，我哋有緣再見。